Hello，廣東歌站嘅觀眾大家好，我係 Eden 呂爵安。我覺得如果話最大嘅轉變令我真係踏入大街衣嘅話，可能細巡係一個契機啦，即係 MIRROR 嘅細巡，即係嗰陣時喺香港做咗16場，然後我哋再去咗唔同國家去做唔同嘅演出，咁呢段經歷係好深刻嘅，即係好感恩好開心有咁樣嘅機會去做好多嘢，但係同時亦都令我反思咗好多嘢，所以嗰段時間可能係其中一個契機，可能比較自己，即係可能係覺得自己而家做緊嘅嘢，下一步應該要點樣行呢？或者我嚟緊應該要再去下一個目標，或者我下一步應該點樣走呢？可能會多咗開始去諗呢啲嘢，絕對好唔同嘅，即係細個可能一般香港嘅小朋友都比較接近，即係都係會要好多興趣班啊，學好多嘢啊，然後要讀書啊，所以都冇諗過，即係雖然細個都已經中意表演過呢個方向，但冇諗過大個真係有機會可以入到呢一行，可以做自己喜愛嘅工作，咁所以都覺得係一個好奇妙嘅緣分。細個就係中意表演嘅，但係香港真係好難有機會去做呢件事，或者你都唔知點樣去做。咁所以好彩有咁樣嘅機會而家可以做呢樣嘢咯。我覺得細個同而家一樣，可能都係同屋企人嘅嗰種 bonding 咯。即係細個當然個關係同細個都有唔同嘅。細個比較同屋企人即係屋企人好錫我，但係我哋比較少溝通或者話即係分享啲咩，但係都知道屋企人好重要。咁但係到大個而家可能生成啦、成熟啦，咁就都好珍惜同屋企人嘅時間。咁如果有得揀，我就想由出道嗰日開始㗎啦，即係可以重新嚟過。會想試下啦，會想重新嚟過，想知道如果我做唔同嘅選擇，或者我知道即係可能可以有好多嘢可以避開，或者可能可以知道應該點樣做更加嘢得多。咁但係可能的確好似你所講，未必係好事，就係當所有嘢都變咗，你知道會點樣發生嘅時候，可能件事就冇咁有趣。可能呢7年嚟其中一個一直經歷咁多嘢，成個過程其中一樣就係嗰種未知同埋嗰種你付出完之後得到個成果嗰種成功感，可能呢啲係你哋翻去如果再嚟過係得唔到嘅感覺咯。今次嘅演唱會，自己其中一個喺籌備緊喺諗緊嘅時候，都好想做到嘅就係希望俾大家睇到一個進步啦，同上次比。因為上次第一次嘅 solo concert 嘅時候係好緊張同埋好擔心，好大壓力，因為始終第一次做，未試過一個人去做一個2個幾鐘嘅 show，唱咁多首歌。咁所以嗰陣時嘅自己可能淨係應付緊，好好地去表演，唔好出錯，已經係自己嘅已經好好啦咁樣。咁所以希望今次經歷咗呢2年嘅洗禮之後嘅自己，可以俾一個更加成熟嘅表演同更加成熟嘅舞台俾大家睇到。但係我亦都覺得上一次嘅演唱會有一樣嘢係自己幾滿意嘅，可能就係做咗一場好 Eden 嘅演唱會咯。即係可能會有其他嘅演唱會有咁嘅感覺，或者會玩到咁樣。咁所以呢樣嘢都希望保留到，所以都希望留到一啲驚喜俾大家喺個演唱會度。新碟呢，喺演唱會前會出啦，會有舊歌，但係都有好多嘅新歌，而呢啲新歌將會喺演唱會度就會首次演出俾大家睇。今次嘅呢啲新歌有某程度上有少少自己自肥嘅，就係因為將一啲自己一直好喜歡嘅一啲 demo 或者一啲唔同音樂風格嘅歌就擺喺入面。因為以往可能每年淨可以一年出3至4首歌，咁所以你每一首歌嘅策略同埋個定位就要好精準，導致可能有一啲自己中意嘅 demo， 但係可能比較小眾啲嘅，或者個音樂風格未必咁 Eden 嘅，我都平時冇機會用，咁所以今次就一次過就擺喺隻碟度咧，咁就可以一次過推出俾大家聽，多啲唔同音樂風格嘅。有嘗試過嘅，但係就自己喺填詞方面應該真係冇乜天分，因為自己喺屋企自己試下作嘅時候 demo 嘅時候有試過想塞啲字落去，咁的確有啲 demo 試過塞晒成首落去，從我自己寫嘅，但係就比較簡陋啲咯。最中意其實最新呢首我以為可以，其實有幾句都係保留咗我原本自己 demo 寫嘅歌詞，即係例如 chorus 嘅我以為可以，跟住乜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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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乜，即係呢個都係我本身 demo 已經設計咗嘅嘢嚟。同埋可能 first 嘅頭2句都係自己嗰陣時已經係咁樣哼，咁小崔就好就直接用翻喺入面，咁所以
喜歡個 chorus 咯，因為我自己本身當初諗嘅時候就係用呢個咁嘅格式咁但係自己嘅墨水有限，所以就做唔到成段。係我頭一句咯，之後就唔係。Hello，大家好，我係 Eden 呂爵安。我喺8月16、17號將會喺亞博舉行我嘅第2個 solo concert E to E， 同埋我將亦都會喺 concert 之前推出我嘅 album，希望大家多多支持。